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互相来研究台语的成语、四字的成语。有当阵啊，拢会甲华语摕来解一字、解两字。敢有影各种咧讲啥？你敢无看讲戏台顶关羽青龙偃月刀断落，讲末将南征北战数十年？会对呢？即句南征北战，咱定咧听台语的成语呢。啊，华语呢？华语差一字啊。汉文册顶头咧写，敢毋是写南征北讨？台语的讨当然讲讨笑，甚至讲讨别项嘛有。啊，但是咱若解一字啊，讲南征北战，听到是毋是加真名？这真有可能就是戏台顶小生、老生、武生、小段、花段，因特别改的哦。敢有即落咧？有哦，一句一句一直来哦。搁从第二句来讲，讲我为着所爱的人，甘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赴汤蹈火，咱常常听哦。毋过若华语咧讲的成语咧，赴汤蹈火，人伊是写武道的道。啊，这嘛有可能，嘛有可能是台顶做戏，才会主演感觉讲，你若讲赴汤蹈火，就是火倒起来，讲话音，咱规矩甲改。改一字讲赴汤蹈火，卡打过火啊，意思无相差，无毋对。改一字，毋过意思拢无相差，这就台语成语特色的所在，国情独家研究出来。过来第三句，咱来讲华语一句话，你讲迄个薄情浓彩绘芳，喜新厌旧，对毋？喜甲厌是一种表情，一种心情，改新的讨厌旧的，但是台语甲变做动词，改两字啦。讲叫做迎新弃旧，哇，欢迎迎新的来，去放弃旧的，比较迎新弃旧来甲看，喜新厌旧，敢若无遐尼粗残吼，台语敢若搁较残忍吼，有影吼。啊，有影搁讲一句，为着要讲互了解，为着要互听会明。本来华语有一句话咧讲，杀鸡儆猴，国情啊，你讲这我听无啦。当然你嘛听无，但是台语解过你就听有啊。杀讲白话就是掠来杀。抬鸡，敬就是敬戒的敬，咱台语规气讲抬鸡架狗，这句话有流传无？这就台语民间流传四字的成语啊。甲华语就是争差一字，争差两字，为着要互听的有特别过去舞台顶才会主演，也是讲民间流传，才会爸阿姆嘛咧讲顺，用因的灵感来发挥，改一字改两字，若敢有影，国情研究了你有赞成，逐工解文说字甲看好条节目对好条，感谢你。